大約1/4到1/3嘅女仔曾經進行 foodie call， 即係為咗免費食一餐飯而同一個男士約會。中國今年都有隻銷量幾好嘅 game， 個名就正係撈女遊戲。故事就係講反對現今女性嘅情感詐騙，掀起咗社會嘅熱議。一個女性明知自己對對方毫無興趣，但依然答應約會，係一種咩體驗呢？美國有唔同嘅研究都探討過愛情中 foodie call 嘅現象。啲美國嘅撈女就表示啦，平均會從同一個男士身上獲得超過4次嘅餐飲招待。而最極端嘅一個案例，話自己過去從唔同嘅異性身上免費食過233餐飯。田納西大學嘅財務講師 Alex Bean 就話啦，用戀愛嘅名義去包裝獲取利益，不嬲都有㗎啦，而且冇辦法避免，因為傳統嘅觀念會助長呢啲行為嘅出現。不過而家殭屍比例更高，但係合理嘅，因為反映嘅係當前社會嘅現實。喺佢做嘅調查中，亦都發現年輕人已經視食飯約會為一種 workaround， 變成經濟權宜之計。人工唔夠，而家啲人就會用交友 app 當 part time 㗎啦，唔使出錢，又有得出街玩，同時滿足2個願望。但啲真係想拍拖，又已經好肯主動嘅男仔就會好慘啦，成日喺對方係咪對我有好感，同我係咪俾人利用緊當水魚之間內耗啊，咁就會引發 dating fatigue 約會疲勞，甚至出現仇女嘅心態，由唔想單身變成享受單身。咁如果你覺得一個女仔對你冇咩好感，但你約佢又出嚟，你會覺得係好過冇，定又話唔好俾假希望我呢？歡迎喺下邊投票留言啦。